大家好，歡迎大家睇我哋素顏人頻道嘅短片。好啦，睇完片之後啦，如果覺得我哋段片幫大家嘅話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、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啦。我哋會繼續拍唔同嘅片啦，擺上我哋頻道啦。目的就係幫助大家解決學習上嗰個疑難嘅。睇睇條題目啦，solve 啦，解啦，x 加9乘個平方減18乘 x 加7啦，減76等於0。嗱，首先第一件事我哋當然唔好抄錯題啦。嗱，然後點呢？嗱，留意中間 x 加7啦，我哋俾 x 加9減嘅時候括住佢啦。然後啦，拆括弧 x 加9個平方減18乘 x 加9啦，負18乘負日加36再減7 6等於0啦。咁記一條式變咗 x 加9括2次方減18乘 x 加9啦，減40等於0嘅。嗱，做呢條數我哋可以點樣做呢？嗱，第一件事可以就係put 代一個 u 啦，係得 x 加9。咁條式變做u 嘅2次方啦，咁18u 減40等於0。然之後再十字雙乘法 cross method 啦，變做u 減20等於負啦，再乘u 加2等於負等於0嘅。好啦 ，u 係咩啊 ？x 加9啊嘛，咁所以x 加9啦，再減20等於0咯。咁佢x 等於20減9啦，x 係11啦。又或者啦 ，u 係 x 加9啦，再加2等於0。咁所以計到x 等於負11啦。嗱，同一條數其實都有第二個方法去處理嘅。嗱，點樣做呢？嗱，首先我將x 加9乘個平方啦，咁18乘 x 加7減7等於0，照抄題目先啦。然後啦，左手邊我將 expand 咗佢爆開佢，變咗 x square 啦，加 18x 加81減 18x 減126啦，再減76等於0。咁計到係 x 嘅2次方啦，減121等於0啦。咁 x 嘅2次方當然等於121啦，所以 x 嘅2次方係得11嘅平方 ，x 係得正11啦，或者我話負11啦。好啦，希望呢條片幫到大家啦。咁大家記得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啦，叫埋一齊睇啦。多謝大家嘅時間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